超強颱風華加莎襲港，喺星期三升級做10號颶風信號，本港多個地區出現水浸情況。星期二發生咗一宗一家4口柴灣海面追風觀浪不幸墮海事件，3個人至今仍然留醫深切治療部，以為市民會吸取教訓，點知又有追風人士作死。喺堅尼地城海旁再次有一家4口追風，可以睇到2個着住雨靴嘅男童被父母攬到實咁觀浪，雖然現場被鐵絲網圍封，但依然有浪湧上路邊，而且當時好大風，對於小朋友嚟講好危險。另一段疑似喺海怡半島嘅海濱長廊，有3個人喺海邊追風，期間被湧上岸嘅大浪打倒，好彩冇被捲入海中。作死嘅追風人士遍佈各區。將軍澳海濱長廊有一個男人喺岸邊徘徊同觀浪，片段中可以睇到浪花好誇張，但男人完全唔驚。網上亦都流傳咗一張相，疑似係男人坐喺長凳上觀浪。雖然冇發生意外，但唔少網民都指責佢哋唔知死，亦有消防員家屬批評呢啲人唔為救援人員着想，認為當局應該加重刑罰。